你好，我係楊明霞醫師。秋天肺氣多寧，咁上集咧同大家介紹咗一系列咧強肺嘅經絡操。肺同大腸相表裏，咁其實咧大腸嘅傳導咧係好緊要嘅。我哋保持大腸傳導正常嘅話咧，即係代表我哋大便通暢咧，都可以令到咧我哋整體個人咧新陳代謝更加好，個人更加精神、更加健康嘅。咁所以今集動養身心呢個節目咧，我會同大家介紹一系列嘅動作，可以幫助大家改善大腸經嘅氣血運行嘅。相信大家喺今年年初開始咧，都發現瑤池漢方慈善基金咧推出咗3個系列。首先咧就係食養身心，主要透過食療咧去幫助大家預防同埋改善身體嘅情況嘅。第二咧就係動養身心，咁就係透過一啲經絡操去幫助大家增強體質，咁同時咧去預防疾病嘅。第三咧就係身心遨遊啦。主要咧就係我帶大家去世界唔同嘅地方，去了解當地嘅養生文化，去增強咧大家養生嘅概念嘅。喺嚟緊嘅10月同埋11月，瑤池漢方慈善基金咧將會推出一個名為身心滋養嘅講座。咁屆時咧，我會同大家面對面咁樣喺實地，係幫助大家咧去改善身體嘅情況。咁個講座咧，除咗可以幫助咧大家去了解多啲自己嘅體質，去改善自己嘅體質之外咧，我亦都會送上咧瑤池漢方慈善基金嘅一啲禮物俾大家嘅。咁歡迎大家報名啦。咁如果咧屋企係有60歲以上嘅老人家，都歡迎咧你陪同埋佢哋一齊參加嘅。喺未同大家講大腸經嘅經絡操之前呢，我想同大家介紹一下大腸經所循行嘅位置。咁首先呢，就係我哋嘅食指末端嘅呢個位置，一路直上去到腕關節呢個位，咁然後往外側嘅位置，直上到曲池呢個位，一路上到手臂呢個位置，肩關節呢個位，咁直上到肩膊位，頸到我哋嘅面頰呢個位置，交叉到另外鼻旁嘅呢個位。咁一般嚟講咧，大腸經咧，因為我哋頭先講啦，肺同大腸相表裏。咁如果咧我哋有肺熱嗰啲人咧，一般嚟講咧係容易令到大腸嘅傳導失司，引發咧一啲便秘嘅問題嘅。另外一方面咧，就係如果大腸經嘅循行有問題，即係氣血運行有問題嘅話咧，都會影響我哋嘅腸蠕動比較差一啲。咁所以咧，透過喐動大腸經咧，可以幫助咧我哋改善腸蠕動，可以預防便秘嘅。咁另一方面啦，大家都好心水清咧，就係大腸經所經過嘅位置咧，分別係我哋嘅腕關節、爪關節、肩關節、肩部呢個位、頸，咁去到面頰呢個位啦。咁所以咧，如果大腸經堵塞嗰啲人咧，一般嚟講咧係比較容易有咧呢啲即係譬如網球爪啊，或者係肩周炎啊，或者係頸椎病嘅。所以強化大腸經嘅話咧，都可以幫助我哋預防翻啲痛症問題㗎。咁另一方面咧，就係我哋大腸經咧，亦都係經過鼻呢個位嘅，即係話我哋如果大腸經通暢嘅話咧，都會令到我哋呼吸道通暢好多。變相咧，其實我哋肺氣咧，亦都因為咁樣加強，免疫力咧，亦都會因為咁樣而提升嘅。第一個動作，雙腳與肩同寬，雙手嘅手心向上往心口，右手伸直托天，左手撐直，再好似我咁樣交替動作，記得保持呼吸均勻喎。呢個動作可以幫助我哋調暢大腸經，改善便秘嘅問題㗎。第二個動作，雙腳與肩同寬，雙手好似我咁樣向外伸展，頭往右望，雙手掌同時好似我咁樣放喺心口嗰度，然後雙手再外展，再左右重複10次。呢個動作能夠充分咁樣改善大腸嘅氣血循環，同時可以預防肩頸膊痛㗎。第三個動作，
雙腳與肩同寬，雙手臂伸直，由下而上畫一個大圓。喺圓嘅最頂部，好似我咁樣轉手腕。畫圓嘅同時，頭同埋眼好似我咁樣跟住動作轉動，然後再望右做相同嘅動作。記得保持呼吸均勻喎。呢個動作可以加強氣血嘅運行，同時咧可以改善腸道嘅健康㗎。第四個動作，右手扶住欄杆，左手臂伸直往外展，畫一個半圓。喺圓嘅最高位，膝頭哥同步屈曲。完成動作之後，再伸直。同樣地，右手再做相同嘅動作。一開始大家可能覺得做呢個動作會有啲唔協調，但唔緊要，慢慢做嘅話呢，持之以恆，大腸經嘅氣血呢就會得到改善㗎喇。每次咧，我做呢啲經絡操嘅時候咧，都會用我自己研發嘅呢個經絡按摩霜嚟到按摩翻局部嘅穴位同埋經絡咧，嚟到加強翻嗰個作用嘅。咁我今次咧就會用到碧玉按摩環嚟到加強咧嗰個功效嘅。咁用兩個角位呢個位置係啦，染少少個經絡按摩霜，咁然後沿住翻嗰個肺經同埋大腸經一路咁樣掃上去，一路咁樣掃上去。咁再跟住咧，用一個角位嗰個位置搽一搽赤澤穴、曲池穴、太淵穴同埋陽溪穴，再用頭先兩個丫叉位嘅位置再掃一掃，掃到有少少紅，有少少起沙嘅感覺。如是者咧，喺另外一隻手，咁都係做同樣嘅動作啦，染少少經絡按摩霜，然後順住個經絡係啦，肺經同埋大腸經係啦，咁樣擦。咁跟住喺局部嘅穴位，用呢個角位染一染自己嘅赤澤穴、曲池穴、太淵穴同埋陽溪穴。咁呢個動作咧，其實就可以喐動到我哋嘅大腸經同埋肺經嘅。咁首先隻手係啦，手背對手背，然後咧好似要整一朵花咁樣上下，再翻原位，係啊，再做多一次整一朵花，係啦。咁跟住翻原位，再做多一次，係啊，打橫做一朵花，再翻原位。打橫做一朵花，再翻原位。咁如是者咧，我哋可以咧平時做多啲呢個動作咧，咁可以幫助咧我哋加強大腸經個氣血循環，咁同時咧亦都可以強化個肺經嘅。咁呢個動作咧，因為可以喐動個手腕啊，咁平時咧我哋打手機啊、電腦打得多咧，咁容易係有腕管綜合症嘅。咁呢個動作咧都可以幫助預防到嘅，大家不妨試一試啦。咁今日咧呢個經絡按摩霜同埋個碧玉按摩環咧，都係今次瑤池漢方慈善基金嘅義賣項目嚟嘅，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啦。細個時候咧，我好中意飲中國茶，尤其是係鐵觀音。我記得咧，每次做功課嘅時候咧，都一路飲中國茶，一路做功課。有一次突然之間有隻烏蠅飛過，咁我正要養一養佢嘅時候，唔小心咧將個茶壺一揈，將個茶壺嘅樽口咧唔小心打爛咗。咁於是乎我好驚啦。咁其實個茶壺咧就係爺爺最中意嘅。咁我就諗，哎呀，點樣先可以令到即係爺爺唔知道咧？咁我嘗試咧就用一塊大啲嘅鐵觀音葉冚一冚嗰個爛嗰個位。
咁直至2、3日，奇怪，咦？點解爺爺冇同我講嘅？而嗰塊葉咧，一路咧都喺嗰個樽蓋嗰度喎，喺裂嗰個位嗰度。咁我就問爺爺：爺爺啊，我唔小心整爛你個茶壺喎，你不如罰我啦。咁爺爺咧，於是乎笑笑口同我講話：既然已經發生咗嘅話，就由得佢啦。咁我哋要允許所有事都有機會發生，已經發生咗嘅嘢，其實已經唔可以改變。咁第時咧，你小心啲就可以啦。爺爺咧係一個好有寬宏大度嘅人，佢教曉咗我一個道理，就係無論係好或者唔好咧，我哋都要以平常心咁樣面對。爺爺係我人生當中咧佔有一個好重要嘅地位，佢係一個好有智慧嘅爺爺。我成立呢個瑤池漢方慈善基金咧，就想紀念呢位咁有智慧嘅爺爺，同時將中醫養生嘅概念宣揚出去，令更加多人受惠。終極目標咧，就想興辦一間以中醫為理念嘅老人護理中心，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慷慨解囊。多謝大家收睇瑤池漢方慈善基金動養身心呢個節目，希望大家多多支持訂閱並且撳鐘仔啦。如果大家咧有咩問題嘅話咧，都可以 inbox 翻楊明霞醫師呢個 Facebook 專頁，或者如果大家咧想知道更加多健康資訊嘅話咧，都可以 follow 翻我嘅 Instagram 噶。